民數記第7章第1至89節。一摩西立完了帳幕，就把帳幕用膏抹了，使它成聖。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壇，並壇上的器具都抹了，使它成聖。當天以色列的眾首領，就是各族的族長，都來奉獻。他們是各支派的首領，管理那些被數的人。他們把自己的供物送到耶和華面前，就是6輛篷子車和12隻公牛。每兩個首領奉獻1輛車，每首領奉獻1隻牛。他們把這些都奉到帳幕前。耶和華曉諭摩西說：你要收下這些，好作會幕的使用，都要照利未人所辦的事交給他們。於是摩西收了車和牛，交給利未人。7把2輛車，4隻牛，照革順子孫所辦的事交給他們。8又把4輛車，8隻牛，照米拉利子孫所辦的事交給他們。他們都在祭司亞倫的兒子以他瑪手下。9但車與牛都沒有交給哥轄子孫，因為他們辦的是聖所的事，在肩頭上抬聖物。10用膏抹壇的日子，首領都來行奉獻壇的禮，眾首領就在壇前獻供物。11耶和華對摩西說：眾首領為行奉獻壇的禮，要每天1個首領來獻供物。12頭1日獻供物的，是猶大支派的亞米拿達的兒子拿順。13他的供物是1個銀盤子，重130舍客勒；1個銀碗，重70舍客勒，都是按聖所的瓶，也都盛滿了掉油的細麵，作素祭。14一個金魚，重10舍客勒，盛滿了香。15一隻公牛犢，1隻公綿羊，1隻1歲的公羊羔，作燔祭。16一隻公山羊作贖罪祭。17 2隻公牛，5隻公綿羊，5隻公山羊，5隻1歲的公羊羔，作平安祭。這是亞米拿達兒子拿順的供物。18第2日來獻的，是以撒家子孫的首領蘇亞的兒子拿坦業。19他獻為供物的是1個銀盤子，重130舍客勒；1個銀碗，重70舍客勒，都是按聖所的瓶，也都盛滿了掉油的細麵，作素祭。21個金魚，重10舍客勒，盛滿了香。21一隻公牛犢，1隻公綿羊，1隻1歲的公羊羔，作燔祭。22一隻公山羊作贖罪祭。23 2隻公牛，5隻公綿羊，5隻公山羊，5隻1歲的公羊羔，作平安祭。這是蘇亞兒子拿坦業的供物。24第3日來獻的，是西布倫子孫的首領希倫的兒子以利亞。25他的供物是1個銀盤子，重130舍客勒；1個銀碗，重70舍客勒，都是按聖所的瓶，也都盛滿了掉油的細麵，作素祭。26一個金魚，重10舍客勒，盛滿了香。27一隻公牛犢，1隻公綿羊，1隻1歲的公羊羔，作燔祭。28一隻公山羊作贖罪祭。29 2隻公牛，5隻公綿羊，5隻公山羊，5隻1歲的公羊羔，作平安祭。這是希倫兒子以利亞的供物。30第4日來獻的，是流便子孫的首領是丟尼的兒子以利叔。31他的供物是1個銀盤子，重130舍客勒；1個銀碗，重70舍客勒，都是按聖所的瓶，也都盛滿了掉油的細麵，作素祭。32一個金魚，重10舍客勒，盛滿了香。33一隻公牛犢，1隻公綿羊，1隻1歲的公羊羔，作燔祭。34一隻公山羊作贖罪祭。35 2隻公牛，5隻公綿羊，5隻公山羊，5隻1歲的公羊羔，作平安祭。這是丟尼的兒子以利叔的供物。36第5日來獻的，是西面子孫的首領蘇利沙代的兒子示路滅。37他的供物是1個銀盤子，重130舍客勒；1個銀碗，重70舍客勒，都是按聖所的瓶，也都盛滿了掉油的細麵，作素祭。38一個金魚，重10舍客勒，盛滿了香。
39一隻公牛犢，一隻公綿羊，一隻1歲的公羊羔，作燔祭。41隻公山羊作贖罪祭。41兩隻公牛，5隻公綿羊，5隻公山羊，5隻1歲的公羊羔，作平安祭。這是蘇利沙代兒子示路滅的供物。42第6日來獻的，是迦得子孫的首領，丟尼的兒子以利亞撒。43他的供物是一個銀盤子，重130舍客勒，一個銀碗，重70舍客勒，都是按聖所的瓶，也都盛滿了掉油的細麵，作素祭。44一個金魚，重10舍客勒，盛滿了香。45一隻公牛犢，一隻公綿羊，一隻1歲的公羊羔，作燔祭。46一隻公山羊作贖罪祭。47兩隻公牛，5隻公綿羊，5隻公山羊，5隻1歲的公羊羔，作平安祭。這是丟尼的兒子以利亞撒的供物。48第7日來獻的，是以法蓮子孫的首領亞米弗的兒子以利沙瑪。49他的供物是一個銀盤子，重130舍客勒，一個銀碗，重70舍客勒，都是按聖所的瓶，也都盛滿了掉油的細麵，作素祭。51個金魚，重10舍客勒，盛滿了香。51一隻公牛犢，一隻公綿羊，一隻1歲的公羊羔，作燔祭。52一隻公山羊作贖罪祭。53兩隻公牛，5隻公綿羊，5隻公山羊，5隻1歲的公羊羔，作平安祭。這是亞米弗兒子以利沙瑪的供物。54第8日來獻的，是瑪拿西子孫的首領比大叔的兒子迦瑪列。55他的供物是一個銀盤子，重130舍客勒，一個銀碗，重70舍客勒，都是按聖所的瓶，也都盛滿了掉油的細麵，作素祭。56一個金魚，重10舍客勒，盛滿了香。57一隻公牛犢，一隻公綿羊，一隻1歲的公羊羔，作燔祭。58一隻公山羊作贖罪祭。59兩隻公牛，5隻公綿羊，5隻公山羊，5隻1歲的公羊羔，作平安祭。這是比大叔兒子迦瑪列的供物。60第9日來獻的，是便雅憫子孫的首領基多尼的兒子亞比但。61他的供物是一個銀盤子，重130舍客勒，一個銀碗，重70舍客勒，都是按聖所的瓶，也都盛滿了掉油的細麵，作素祭。62一個金魚，重10舍客勒，盛滿了香。63一隻公牛犢，一隻公綿羊，一隻1歲的公羊羔，作燔祭。64一隻公山羊作贖罪祭。65兩隻公牛，5隻公綿羊，5隻公山羊，5隻1歲的公羊羔，作平安祭。這是基多尼兒子亞比但的供物。66第10日來獻的，是但子孫的首領亞米沙代的兒子亞希爾謝。67他的供物是一個銀盤子，重130舍客勒，一個銀碗，重70舍客勒，都是按聖所的瓶，也都盛滿了掉油的細麵，作素祭。68一個金魚，重10舍客勒，盛滿了香。69一隻公牛犢，一隻公綿羊，一隻1歲的公羊羔，作燔祭。70一隻公山羊作贖罪祭。71兩隻公牛，5隻公綿羊，5隻公山羊，5隻1歲的公羊羔，作平安祭。這是亞米沙代兒子亞希爾謝的供物。72第11日來獻的，是亞設子孫的首領俄蘭的兒子帕結。73他的供物是一個銀盤子，重130舍客勒，一個銀碗，重70舍客勒，都是按聖所的瓶，也都盛滿了掉油的細麵，作素祭。74一個金魚，重10舍客勒，盛滿了香。75一隻公牛犢，一隻公綿羊，一隻1歲的公羊羔，作燔祭。76一隻公山羊作贖罪祭。77兩隻公牛，5隻公綿羊，5隻公山羊，5隻1歲的公羊羔，作平安祭。這是俄蘭兒子帕結的供物。78第12日來獻的，是拿弗他利子孫的首領以南兒子亞希拉。
79，他的供物是一個銀盤子，重130舍客勒，一個銀碗重70舍客勒，都是按聖所的瓶，也都盛滿了掉油的細麵，作素祭。81個金魚，重10舍客勒，盛滿了香。81一隻公牛犢，一隻公綿羊，一隻1歲的公羊羔作燔祭。82一隻公山羊作贖罪祭。83兩隻公牛，5隻公綿羊，5隻公山羊，5隻1歲的公羊羔作平安祭。這是以南兒子亞希拉的供物。84用膏抹壇的日子，以色列的眾首領為行獻壇之禮所獻的是銀盤子12個，銀碗12個，金魚12個。85每盤子重130舍客勒，每碗重70舍客勒，一切器皿的銀子，按聖所的瓶，共有2400舍客勒。86 12個金魚盛滿了香，按聖所的瓶，每魚重10舍客勒。所有的金子共120舍客勒。87作燔祭的，共有公牛12隻，公羊12隻，1歲的公羊羔12隻，並同獻的素祭作贖罪祭的公山羊12隻。88作平安祭的，共有公牛24隻，公綿羊60隻，公山羊60隻，1歲的公羊羔60隻。這就是用膏抹壇之後，為行奉獻壇之禮所獻的。89摩西進會幕要與耶和華說話的時候，聽見法櫃的施恩座以上，以基路伯中間有與他說話的聲音，就是耶和華與他說話。